那互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文化遗产马来西亚槟城的乔治市，即马正在举办艺术节，为邀请咱台湾金曲歌王桑布伊，也个舞蹈家布拉瑞扬，伫吉遐进行文化交流。 台湾金曲歌王桑布伊受邀请到马来西亚乔治市艺术节表演，互大家伫后疫情时代，应透过伊的歌声，反思天地万物甲人类之间的关系。然后透过彼此音乐或文化或舞蹈，或者是生活习惯上面的交流，和彼此认识，而产生了尊重跟互相欣赏。 抑个共款为台湾来布拉瑞扬舞团，也将布隆族的传统景点报正宫带来马来西亚。我们得到了这个部落的耆老90岁的耆老的许可，然后把里面的歌词、报赞的内容转换成舞者的生命故事。公司制作的南国启示录并且片也是第一摆伫当地放送，叫做《南国启示录》，其实是希望启发台湾观众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故事的发生地，他们也认为我们的观点可能带给他们有另外的视野跟想法，所以就变成是一种不只是我们 单一角度看人家的故事，最后还变成是一个交流的活动。乔治市艺术节进入第14届，佫是第5摆甲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合作，制作2个重要的文化交流平台。I really like it. I was kind of surprised to see the thematics of all the drawings. 16天的乔治市艺术节有超过50个节目甲活动，70%的活动免费开放，希望互更较侪人用亲近艺术。这回槟城即马是拢伫艺术的气氛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